即字中文读咩，意思是小子，台语读小子台语就讲手人教育部安尼教呢，你课文哪会乱教？是教育部乱教一通啦。这我连读都袂瘾读啦，用白痴造句法的用意啦。莫浪费时间伫白痴造句法，即字才是台语讲的好定词。乱讲谁嘛会使讲啊？有证据无？运册音册有。咱用搁较简单的方法示范的即字卖，有人讲是卖，所以即字读卖或者是读卖，是毋是就真有道理啊？语言文字是爱有延续性的，即字读嘛，意思是也多，但是即字是近代造字，安尼写就无延续性。即字才是台语讲的嘛，即字嘛和袂晓的袂，拢和麻烦的麻有关联性，有延续性。即字嘛的字形，一边是木，另一边树木。自然界也是手工的，无100%相共的啦。虽然是讲树，咱就直接讲一边是木，另一边嘛是木，这边嘛毋是，迄边嘛毋是，就袂通啊。咱会拢讲袂听，讲袂听就是讲不听。台湾人哪会无爱讲不听、讲毋听、讲无听？哪会无爱安尼讲呢？就各种方言有各种人用好定词的习惯啊。闽南语就是习惯讲袂听啊，就只有闽南语搁在照3000年前的讲法啦。别人就无安尼讲啊，是要去倒位找文献啦？即字梅就只有闽南人安尼会发音，找无文献是毋是就真正常？嘛真有道理啦，即字嘛，咱顺续学着，为字形本身来捌字是较好的方法。若有文献的话，商朝的甲骨文到周朝的雅言，到北方金朝的简化汉语，一人讲一套呢？你有掌握着延续性无？为字形来捌字较袂重担啦，袂、袂两种读音，即集学写的字